今日要帶你哋去睇一個銀碼細細嘅業主盤，就係旭華里丹唐洋樓華麗樓中層2室。首先入到左邊已經係長形廚房，企理實用。而下飯廳正正方方，窗口向南非常開揚，望到蒲崗村道公園。九龍區2個房，3面單邊窗，仲係名廚名廁添，兼且100蚊印花稅咋，去邊度揾呢？嚟緊立即就拍賣啦！投資有5厘以上嘅回報，唔係講笑㗎！立即打電話68447223或者69999469問下啦！再見。